今日嘅主題係 Lazy Morning， 希望透過一系列簡單嘅動作迎接呢個懶洋洋嘅上晝，令你練習完之後有多啲 energy 去過呢一日。喺懶洋洋嘅上午，我希望你放低電話，等雙眼休息，只係聽住我聲音教你去做裏邊每一個動作。動作會由輕鬆嘅舒緩減壓，慢慢進入去核心練習，都可以喺床上面做到。動作嘅最大目的係幫你建立 body awareness， 去覺察身體做動作時候嘅 movement pattern。而當養成呢一啲嘅小動作壞習慣，例如不自覺縮起膊頭，長遠嚟講更容易產生痛症，而所以花時間了解自己對改善同預防痛症相當重要。練習需要3樣嘢：枕頭、cushion、Decathlon 嘅 Pilates ball。冇波的話，暫時用 cushion 代替。請準備心情，所有嘢都唔需要太用力。再次歡迎大家，我哋開始動作1。set up 係瞓喺枕頭，雙腳伸直。瞓好之後，我哋慢慢吸啖氣，感覺到心口升起，升高到背脊想離開張床，然後用口呼氣，令到背脊慢慢降落返喺床上邊。提醒自己要放鬆，身體嘅重量有床褥支撐，而頭有枕頭承托住。幻想我哋頭顱好似一塊好重嘅石頭，擲住底下嘅一張紙。呢一張紙會慢慢向上，逐小部分移走，直至離開。而家預備我哋嘅左手摸住枕頭偏高嘅位置，向上拉少少，大概半隻手指尾嘅高度，然後放低左手，我哋轉右手，慢慢向上拉，逐少咁向上拉，頭好穩定，直至成個枕頭移走。完成之後，將手放返低，而嚟緊我哋要喺呼氣嗰度發出聲音，好似要將啲悶氣呼走。輕輕慢慢咁吸氣，將悶氣呼走。甚至乎想開始打喊路。科學研究表示，打喊路發出聲音更能減壓，因為呢個係最直接同身體溝通嘅一個方式，話畀佢知你可以放鬆多啲啦。再次調整，好好利用呼氣放鬆身體。保持頭、心口同盤骨唔喐，繼續合埋雙眼摸索枕頭喺邊一度，用最少嘅力將佢輕輕拉埋嚟身體側邊，然後將枕頭打直，長條咁放喺心口上面。佢會同時點到我哋嘅心口同埋肚皮就啱啦。將雙手放低，繼續做呼吸練習。而今次我哋要呼氣嘅時候，感覺到係心口嘅枕頭慢慢向下沉，唔需要用太多力，只要記住呼氣嘅時候，將個枕頭降落喺心口度就可以啦。當我哋呼氣呼盡嘅時候，自然會吸氣，所以請你吸氣對自己溫柔啲、細力啲，重點放喺呼氣度。我哋一齊輕輕慢慢吸氣，記得呼氣嘅時候，耳仔、心口、膊頭都放鬆。慢慢自然吸氣。然後呼氣，枕頭下沉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用我哋 Pilates ball，冇嘅時候會用 cushion 代替。請記住，攞任何物件嘅時候，盡量保持身體唔喐，只係你嘅手腳周圍去探、去伸長，摸下佢哋喺邊度，然後帶過嚟身體。將身上面嘅枕頭擺低，我哋將個波擺喺心口上面，當佢好似一個毛公仔咁，雙手攬住，觀察一下
當你攬住波嘅時候，係右手定左手喺上面呢？我哋會做多次呢個動作，但係手嘅位置會交替。當你右邊喺上面嘅時候，今次會係左邊。重新再做多一次，用返你慣用嘅姿勢攬住個波。唔知你係咪同我一樣，都係右手放喺比較高嘅位置呢？我嘅右手係慣用手，左手相對就會做固定嘅動作。情況好似扭開一支飲品咁樣，左手會負責揸住樽身，右手係擺喺上邊嘅位置，負責扭開個樽蓋。準備進入動作二，我哋會鬆下腳趾。當聽到鬆下腳趾，好多人只會將腳趾揸埋鬆開，揸埋鬆開。其實我哋腳趾同手指好似，除咗腳趾公，第二從第五隻嘅腳趾總共有3節。我哋試下諗下，唔係揸埋腳趾，係收埋啲腳趾，由第一節開始慢慢向入收埋，再細啲，再細啲，好似將你腳趾甲唔可以俾人見到咁樣。呢一個係收。而打翻開嘅時候，唔好淨係放鬆，要將動作放慢，由收緊嘅腳趾慢慢將佢打翻開，直至到腳趾指翻上天花板。呢個係打開。學習咗動作之後，請你分開左右兩邊去做動作。我由右邊開始，將腳趾由第一次收埋1、2、3，收到好實好實，唔好將佢放開，係慢慢打開。3、2、1，有節奏，將腳趾分段收埋。1、2、3，等一等，慢慢打開。3、2、1，今次加多少少收埋腳趾。1、2、3，保持腳趾收住，慢慢指向前，好似咪住腳趾咁，停一停，感受由腳面甚至乎去到小腿前方嘅 stretch。動作還完，將腳趾指返天花板，放鬆。再次收腳趾。1、2、3，保持收埋，然後 point toe stretch，慢慢指返向上，然後放鬆。我哋轉邊。當做另一邊嘅時候，唔好咁快咪腳尖，我哋要畀左腳慢慢做好 warm up，淨係收埋。1、2、3，然後慢慢打開。3、2、1，再次收埋。1、2、3，慢慢打開。3、2、1，繼續練習，留意腳趾能唔能夠跟住心裏邊嘅節奏，數住1、2、3，準確完成。如果腳數到3之前已經完成咗，請你再數慢一啲，收埋腳趾。1、2、3，慢慢打開。3、2、1，數得慢嘅原因係想增加動作嘅細緻度，而動作做得越細緻，表示我哋嘅身體敏感度越高。而家準備慢慢 point toe 先收腳趾。1、2、3，慢慢將腳尖帶向前 stretch。動作還原，放鬆。喺做動作嘅同時，請避免用太多腳腕嘅力量壓直腳向前，只係收腳趾，然後一路將腳趾帶向前，先可以將你嘅 stretch 去到最極致。第二步，學習曲腳。我哋曲腳嘅時候，腳踭一刻都唔可以離開張床，要保持腳踭掂住床，一路曲，一路將腳踭拉向 hip 嘅方向。分開左右兩邊做，先慢慢曲好一隻腳，然後先做埋另外一隻。當曲膝嘅時候，感覺腳踭棘住啲床單，咁就啱啦。輕輕扭起我哋嘅 hip，大概一個拳頭高度，然後慢慢温柔咁放返落嚟。幻想你抱住嘅波好似一個 BB 仔咁，你細幅度好温柔咁左右移動，愛下佢。
而家保持腳同 hip 穩定，淨係你嘅上身帶個 BB 向左向右，睇下最遠去到邊度。請留意動作係由心口做主導。當心口轉向左邊嘅時候，你嘅頭會慢慢被帶動去同一個方向。控制自己轉邊嘅時候，第一步唔好將頭擰向右，放鬆頸膊，抱住個波由左邊慢慢帶動中間。心口向住天花板，然後將 BB 外向右邊，你嘅頭自然會被帶動向右。掌握動作之後，我哋增加難度，將腳掌、膝頭同 hip 穩定喺正中心，幻想頭、心口同肚臍成為一條直線，呢個係我哋旋動嘅軸心。而家開始繼續抱住個波，心口向左轉，留意兩邊膊頭都要放鬆。確保我哋腳同盤骨喺正中心嘅時候，我哋慢慢將心口送返天花板。接住我哋順勢轉向右手邊，膊頭唔可以縮起。返中間嘅時候吸氣，慢慢轉向另外一邊，用口呼氣。再次返中間，慢慢吸，然後轉動嘅時候，刻意唞大氣，令我哋膊頭用唔到力，避免縮起。必須記住，轉動唔係由頭開始，係你嘅胸椎。不時留意我哋嘅 hip、膝頭同腳掌係咪好穩定咁喺正中間。要穩定的話，即係話你啟動咗你嘅腹橫肌啦。腹橫肌係屬於我哋腹部底層嘅肌肉，角色相當重要，好似一個腰封咁，由我哋嘅肋骨底至到盤骨包裹住。如果你呢個動作成功啟動到腹橫肌，你會覺得你嘅腹底部入邊有少少紮實嘅感覺。準備下一個動作，返嚟正中間，波喺返心口前面，雙腳分開，同你嘅 hip 臀部一樣咁闊。留意膝頭唔好下意識俾佢打得太開或者合埋，要同 hip 一樣咁闊。然後雙腳好細幅度咁左右擺動。必須留意，你兩邊嘅 hip 都要好穩定嘅喺張床上面，唔能夠離開。然後留意雙腳擺動嘅時候係跟住同一個方向，唔會一隻左一隻右。而當腳擺動嘅時候，雙腳嘅距離一直都冇變過，一路 keep 住係 hip distance 咁闊。我哋喺 Pilates 入邊叫做 parallel。要抗拒將大髀懶洋洋搭向床嘅想法，記得嘛？我哋兩邊嘅 hip 都要喺床上面。如果將大髀掂落床的話，另外嘅 hip 必定會升高。利用我哋嘅腹橫肌穩定盤骨，睇下雙腳慢慢左右帶動可以去到幾遠。記得放鬆膊頭，波繼續喺心口上面，頭冇需要跟住一齊喐。而家測試一下我哋對身體嘅認知同控制能力。而家腳嘅擺動幅度可以稍為增大，令到另外一邊 hip 離開床啲啲。千萬要緊記，兩邊膊頭穩定喺張床度，唔可以離開。想膊頭穩定有一個小小嘅秘訣，而家將波輕輕印喺心口正中間，為我哋定位。當然，你嘅膊頭唔好縮起，記得放鬆。嘗試學以致用腳返嚟中間嘅時候吸氣，帶向另外一邊嘅時候呼氣。而家做個小測試，腳擺動嘅時候，大髀必須要掂住張床。你會發現，無論你點樣控制，你另外一邊嘅 hip 同膊頭必定係會升高。擺個波喺大髀中間又會點呢？我哋發覺，縱使另外一邊 hip 都會升高，但係膊頭會比較穩定，冇咁易升高。記得垂低雙手，掌心向天，減低膊頭嘅壓力。唔好睇小呢啲動作，佢哋絕對有效幫助我哋察覺身體嘅小動作、壞習慣，而好多時候，我哋閃親用錯力，正正就係呢啲嘅壞習慣。我哋要先細心察覺，然後用啱嘅方法改善。嚟緊可能係最難嘅一個動作，難度在於左右腳有唔同嘅發力重點。將 cushion 放喺雙腳中間，我哋雙腳都會左右擺動，而今次要諗住係將 cushion 慢慢降落喺一邊，用八拍，每一次降落只係1蚊銀咁少嘅高度，開始向左邊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。有需要的話，另外一邊 hip 等佢自然升高，但係兩邊膊頭都要穩定喺床上面。動作切忌急速，要做得好慢好輕。可以幻想自己做緊龍鬚糖，將呢一啲龍鬚一束束咁慢慢延長，一大力嘅話就會拉斷。將佢慢慢帶返嚟中間，可以同時吸氣。預備落右邊，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觀察自己嘅大髀有冇不自覺將 cushion 夾實。放鬆大腿內側，cushion只需要輕輕攝喺雙腳中間就可以。而家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發力。而家諗下底下嘅腳，右腳，右邊嘅膝頭而家指向側邊。我哋想膝頭由側邊慢慢指返上天花板。而當腳送向左邊嘅時候，你嘅左腳就負責把關。佢負責雙腳落去嘅速度，每一次只係好少好少咁放落去。而你嘅右腳可以完全放鬆，將佢嘅重量放喺 cushion 上面，好似瞓枕頭一樣。左腳繼續把關，保持喺個固定嘅高度，令到右腳可以休息落嚟。繼續不時呼氣發聲，令到我哋嘅心口唔好頂向天花板，膊頭放鬆。上嚟嘅時候，你嘅左邊膝頭由向側慢慢指返上天花板，雙腳自然返回正中。動作完成，慢慢伸直雙腳休息一下。期間我哋揾返我哋嘅波，揾到之後再次屈膝，將波擺喺腳底，用腳板印住。試下分別單腳同雙腳大力踩住個波，你會發覺個波會走嚟走去，而越大力踩嘅時候，個波越難控制。原因呢個只係一個充氣嘅波，當腳大力踩落去嘅時候，令到波變形，就唔可以承托住最高點嘅重量。而家保持屈膝，將雙腳擺返喺波上面，膝頭哥唔需要拍埋，輕輕打開大概 hip 嘅闊度就可以啦。試下用腳掌左右輕輕拍打個波。拍打嘅時候，如果大髀上段連接盤骨嘅肌肉有繃緊嘅情況，你可以將膝頭哥嘅距離再輕輕分開少少，又或者可以將波褪遠少少，將佢送向靠床尾嘅位置。而家觀察，當左右腳交替拍打波嘅時候，個波唔會走嚟走去，大概都喺同一位置。同時間將 cushion 放喺心口，雙手放喺 cushion 上面。而家轉換拍打嘅節奏，當第一下打落去嘅時候係重拍，左腳行先的話會係左右、左右、左右。而家轉邊改為右腳係重拍，右左、右左、右左。而家均速左右腳連環快嘅拍打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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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。同時將心喺 cushion，雙手舉起送向天花板。過咗一陣，我哋發覺腳嘅拍打速度會自然放慢，因為爆發力已經用完啦。無論大腦點樣努力俾指令，當腳放慢咗落嚟，好難立即叫佢快返，必須要停一停、唞一唞先能夠再次爆發。而家休息一陣，伸直雙腳放低 cushion， 慢慢將個波碌返上嚟，雙手揸住佢，繼續瞓喺度面向天花板。我哋會將個波拋上去，每一次都希望起點同落點係一致。仔細摸多少少，當波拋上去嘅時候有冇偏側？如果波偏向左邊，表示你嘅右手喺拋波嘅時候比左手大力。一路觀察，一路調整，不時留意自己喺拋波嘅時候有冇縮膊。你嘅頭、心口、背脊、hip 同埋腳都係放鬆嘅。數下自己有連續幾多次，你嘅起點同落點都相當接近。我哋將個波由肚皮經過大髀篤返去腳底，屈膝，試到最後一次雙腳連環拍打。呢一啲拍打動作係為咗刺激我哋嘅足大筋膜，而筋膜唔限於身體嘅一個部分，佢係一個網絡，能夠貫穿全身。
而家停止拍打，只係將一隻腳放喺波上面。如果一隻腳放喺波上面，開始韌腳，好似坐喺凳度好輕鬆咁韌。觀察自己左腳同右腳嘅分別，而大部分人會發覺總有一邊腳係韌得輕鬆啲，表示嗰一邊嘅筋膜網絡比較暢通。避免將前腳掌踩得太死實，保持腳喺波嘅中心點，你會發覺波嘅回彈力會令到你腳韌得越嚟越輕鬆。進入最後一個動作，呢個動作會令到你相當醒神。先學習腳嘅擺位，你嘅左腳會繼續放喺波上面，膝頭微微向外打開，左腳嘅大髀唔能夠完全放鬆，令到膝頭揼咗落嚟。要諗住膝頭穩定指向一個微微打側打斜嘅角度，你嘅左腳先能夠穩定咁印住喺波上面。然之後慢慢將右腳向前伸，直至到你揾到個波，將右腳攝喺波嘅底部。將腳攝入去嘅時候，你嘅波會移嚟移去，所以左腳要做好穩定嘅工作。而家你嘅腳已經將個波上下咁夾住，我哋試下慢慢將波攞起，只係離開張床少少，腳唔能夠太用力夾住個波，否則個波會擠嚟擠去。有需要 reset， 令波攞起嘅時候相當穩定。然後呼氣發出聲音，睇下自己有冇縮起膊頭。保持住波只係吊起半個至一個階磚嘅高度，上身盡量放鬆。當我哋好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，膊頭好自然會縮起，呢一個係生理反應。其實只需要輕輕呼啖氣，就可以立即緩衝。而家試下將雙腳向住床尾慢慢伸長，腰慢同穩定。突然蹬隻腳的話，個波就會走咗去。我哋轉邊將另一隻腳放喺波上面，記得腳要微微打開，令到大髀穩定。另外一隻腳嘅腳板好似毛蟲咁樣，將腳趾收埋、打開、收埋、打開，細步細步咁向波前進。其實將腳攝入去嘅時候，波自然會先走，所以上一隻腳嘅作用係慢慢將佢拉返近身體。上腳將波微微帶入多出嘅空間，令下腳容易啲陷入去。有效學習發力，長遠可以避免閃親用錯力。揾好位置之後，將波帶起啲啲，離開張床少少就可以啦。定住腳唔好喐，感受一下個肚有紮實嘅感覺。而家你其實用緊核心肌群 core muscles 去穩定動作。有效訓練核心肌群並唔係瘋狂做 crunches 捲腹嘅動作就可以。必須要先揾到腹橫肌，好似個腰封咁包住我哋嘅感覺，否則瘋狂做捲腹會好易傷腰。如果你嘅大髀好攰，可以諗慢慢將膝頭細幅度向外打開，用口呼氣，肚臍向內收，諗住我哋嘅腹好似一嚿石鎮住喺張床上面，腳唔好硬，諗住雙腳只係輕輕定住個波，向住床尾嘅方向逐少逐少拉長。用口呼吸，放鬆心口、膊頭、上身，盡量唔用力。諗住我哋用我哋核心肌群好好咁應付呢一個動作，做得好好。雙腳慢慢放低，然後伸直，左腳腳腕以上嘅位置晾喺波上面，然後提起右腳曲膝，將右腳跨過向左邊身，我哋就會反身面向下。重點係轉身嘅時候，波唔可以離開腳。我哋試另外一邊，右腳印波，左腳曲膝反過向右邊身。如果轉向右邊嘅時候，個波成日走失，表示你左腳或者左腰會比較緊。轉好之後，面向下趴低，做個特別啲嘅 Child's Pose。一般 Child's Pose 手會扶住地下，將屁股坐向後。而今次我哋塊面要搭喺張床度，唔可以離開，變成雙腳一隻一隻咁曲向前。做好 Child's Pose， 我哋手放向後，手背掂住床，試下唔用手撳住，慢慢自己坐起身，感受下而家個人有冇醒啲呢？醒到可以彈起身。多謝你陪我一齊練習，而每一個動作都有佢細緻嘅學習內容。
有興趣的話，可以睇另外一條片嘅詳細解說。下次見。